三宝有大跟小，那么就是大的三宝得到了就是成佛，那么也有菩萨国，也有罗汉国，也有人天国，所以就是这样不同的分析的国位，那实际上全部都是今天是人天国位的一个人修持，你就是按照佛陀给我们所讲的一样，以因果方面呢，就是算的非常的清晰，相信因果，相信有前世来世的一个人，以佛陀给我们所讲的一样，只是做身体以语言的一些功德，然后就是要我们一直心里的希望都是人天国，那么这也是最后是成佛的。那么在罗汉国也一样啊，最后还是一样的会成佛的。那么在这个过程的一段时间的，那么人天国位一直修持人天国位，一直修持人天国位，那么在修的一世有一世好，一世比一世更好的情况下，有一次他也是一定会遇到了真正的大乘佛法，然后那就是再又一步一步的一定会就是成佛的，走向在成佛的。所以这些呢，佛陀都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佛经里面的一个注语，看一下，哇，他说就看过这个就成佛，那这都是不假的，这都是事实的。但一个我们实践人来说到，哎，我看过一次，不止一次，我看过100次，我还是没有成佛啊，会有这种想法的人也有。但是成佛的实践，那么什么是样子的情况下成佛？这个来说到，我们认为一天的时间24小时啊，一个人的一生的时间是大概就是100岁或者是几十年的一个这样的时间，觉得很长。但实际上来说到，我们觉得一个小虫的寿命可能是1天、2天、3天、4天啊，觉得很短。那么这些真正的这个轮回的这个整个的时间来说到，就没有说因为一个小虫早上才生出来，然后晚上死了，它的寿命很短，没有这个说法啊。那么我们一个人就是活到100岁就寿命很长，活到900岁寿命更长，没有这个说法。对于这个因果轮回来说的话，就一切都是一个时间，都没有什么所谓的最长或者是最短的区别。所以我们真正的要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总的要得到解脱。那么得到解脱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生的实践里面，佛陀给我们讲了很多无量无数的这个无常的道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无常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无常，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无常，死缘无等，那么活下去的缘是很少的。那么我们都很努力的很努力的做事情，是为了什么？为了要活下去，为了要生存下去。小朋友就是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背一个小书包的时候开始去上学，他自己就是背一个小书包都很吃力的时候去上学，不能走路的时候呢，就父母就把他送到那个抱到怎么说呢，学校里面去，让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习，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习到毕业的时候已经是怎么说呢，那个20几岁或者是那个10几岁这样的时候，那开始在工作的时候也是很辛苦很吃力。那么从20几岁都是为了要活下去，很努力的，1分钟也不能迟到。学校放假的时候你才可以回家，学校没有放假的时候，你在1分钟1秒钟都没有停下来，你就学了20几年，你现在要活下去也是很辛苦。一个大学生毕业出来找工作，那么薪水也没有那么多，然后交房子要交那么多，然后那其他就是真的没有父母跟这些的怎么说呢，家庭的支持的情况下，不要说是要去什么哪里玩或者什么那个吃喝那些，就根本就不用讲，连自己要活下去也是很困难的，对不对？然后有些到了50岁60岁也是开始去学习，我就报了一个课，我要去上课，我要去听课。为什么要听课？为了要活下去实际上活下去都是那么辛苦，但是可以活到多长时间才是最圆满？
那么你活到80岁、90岁、100岁，算是最圆满吗？到最后走的那一天，你真的可以带走什么？你真的会有什么东西，还是属于你的？不管是有钱的人、没有钱的人，那么你所谓的就是这个有家庭的人、没有家庭的人，有亲人、没有亲人，有小孩、没有小孩，都一样的。走的那一天，你自己一个人离开。离开的时候呢，就是那么你就如果是没有什么来世或者是什么，那就很简单就走了就走了，什么都没有。就像那个很多自杀的人想象的一样，一了百了。但是没有这样的，就是有前世有来世。这是因果，我们就是在一个幻觉当中一直不断的在痛苦，所以我们没有任何自由那么唯一的就是我们能够可以在增长了我们自己的智慧觉悟了，相通了，那就是我们的自由，这就是解脱那就不需要再也轮回了，这个就是真正的轮回。所以我们没有达到这个过程呢，就必须得要修持。修持的情况下，那我们要真正的认真的，今天就是佛陀给我们讲我们要修习无量心。那我们对所有的其他人的所有一切的功德，我们就只能是欢喜不能有任何的这种嫉妒心跟不好的这种念头，尤其是在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佛教徒，所以在佛教的这个行列当中呢，就一定会有很多很多让我们欢喜心的对境，也同样的会产生很多很多让我们烦恼的对境，让我们引起生起这个嫉妒心跟邪见之心的很多的对境，也是一样的会在佛教的行列当中会出现的。今天我们如果是不是佛教徒的情况下，那么在佛教的行列当中出现的让我们引起嫉妒心的这些是比较少如果是会出现的情况下，也是因为觉得这跟我没有关系的，所以很多实践人就是如果很多实践人说在一个修行人那么就是在什么地方出现了一个家的修行人什么，就很多人来说没有什么概念，就反正就是这些东西，他顶多就是会想一个，哎呀，反正宗教这些东西都是很复杂的，不是什么真正的东西，都是很多人去迷信的，会去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作为佛教徒，在佛教的行列当中，对这个方面是我们的思想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今天如果是在听到有非常善心或者是善的事业那么这样的时候也是比较容易起欢喜心，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所以我们不管是任何一个时候都我们必须得要起一些那个欢喜心，这是非常重要。如果是没有欢喜心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可以真正的解脱。所以就是要能够升起欢喜心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们自己在佛教的行列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东西，像比如说你今天就看到谁在做什么，然后好像这个应该是如法的，这个应该是不如法，这些通通都我们不要去做，因为是我们是修行人，而且是我们修持大圆满法的一个修行者来说到，就一切以静观来怎么说呢？进行。静观是什么？清净观。要知道世间的一切都是清净的，众生也是菩萨，那么众生的所作所为都是菩萨的行为众生如果是菩萨，那就你必须得要知道，今天众生在杀生，看到众生在杀生，你也要知道这可能是以方便与智慧的一种智慧，它就是用方便法来度化这些众生，你必须得要这样去想，不然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把众生当作菩萨来看。那你今天是你相信观音菩萨就是菩萨，今天观音菩萨出现在你的前面，你就没有办法说他不是观音菩萨，他是真正的观音菩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认同他是观音菩萨。但是你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看到观音菩萨也在杀生的话，那你会怎么想呢？所以这个部分来说到，你就不能以为说哇，怎么可能呢？观音菩萨怎么就会杀生呢？会这样去想的，那是不对的。
佛菩萨的行为是不定的，在我们看到观音菩萨在杀生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观音菩萨在杀生，实际上因为我们众生的这个业力还没有清净，业障还没有清净，所以就是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在我们的眼前呢就产生了菩萨也在杀生，以这样的一种这幻觉。所以这个因为这样就是让我又继续造业，所以这个幻觉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自己的过去的业力，来自于过去的业力，然后看到观音菩萨也在杀生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起烦恼，会有不同的想法，那么这个时候又可以造业，继续就是要相当就是我们一直都是造业嘛，也是同样的就是恶性循环所以我们把这些都要改变为善。所以就是修持大圆满法的时候呢，我们把一切静观，一切静观为什么要这个就是非常的就是要提出，就是说我们一切以清净观来修行。为什么说一切要清净观来修行？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东西呢，就是对你而言，也可以说是对我们而言都不清净的。所以我们要修持要清净的话，我们必须得要有清净观来修持。所以我们一切他人的一切功德必须得要就是随喜赞叹不能有任何嫉妒心，不能有任何的这种欲望心，不能有任何的嗔恨心在一个人的任何一个东西，不光是在实践的功德，不光是在佛法的功德，他的实践的功德，实践的一些他的这种受用，以及他的眷属，他的这个亲朋好友，或者是他的地位等等，有各种好的方面，都是要随喜赞叹，而且祈愿他要越来越好。这个世界上最有福报的一个人，相当就是他呢，就是地位也是最高，家眷也是最圆满，然后财富也是更圆满的一个人的话，那么这个地球上我们就不需要做任何祈愿，它已经本身就很好，但也是有可能会变化，所以我们可以祈愿他的这种幸福那永久越来越，我为了他的这种幸福，我就是终生愿意为他修行。要想到这样的时候呢，才达到的习无量心。那么这个时候呢，相对就是一个目标，就一个人。那这也许可以做得到，尤其是你不认识的一个人的话，你也许可以做得到那但是这个你的对一切众生的时候，那又做不到的这当中一切众生当中呢，就会出现你最喜欢的人，也许你可以做得到对他，但是也一样的会出现你最不喜欢的人，那么你对他是没有办法进行。所以我们就是前面修十无量心的时候，一切众生都是把他那个范围一个平等的状态，没有说他是亲人他是敌人，以这种没有冤亲的分别，都是我们的母亲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观想好了以后呢，我们才开始进行就是慈悲喜舍慈跟悲跟喜，今天这个喜嘛，喜是最后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习无量心也是能够可以这样来进行，才是最能够可以做得到的。自本作人着康着